这桩烂雷，烂嘴吃刀子转来戳我头颈，为此我命，一道一定要拿离婚，金银带地。现在是我带你正式分居的第一个礼包，马马虎虎组织个公寓，麻雀三三，无上俱全，困觉之前割脱个猪，啊，干不成。哦，想想不舍得，这看来我还用用嘞。西马为还讲5道，哎哟，一死在搿块山脉菌搭了个巨龙之浪，汤汤的呢，都太是不舍得怪。扒了窗口里说说，杆子为还用嘞。不过一趟样子总归不是个生意经，退休工资3000包，付脱个房租上1000包，不想办法逼点米出来，害我个日脚难过。半道西路惊叹，小丽姐新年好，这是我的结婚戒指，卖了。你真的豁出去了？因为我太需要钱了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这个金的呢，你可以卖给我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你做一个一模一样金包银的，价格呢只要一个零头，戴在手上，你家老刘肯定看不出来。行，就这么办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非要打我起来了。小戴姐，好了，耶，那还不是金的？马上就变金的，你的金戒指好了。哎呦，当原来这结婚告子一时一样呢。小戴姐，我把差价给你算一下。哦，真的灵的，同地拿上，告子为了烂地方，别个只有自家晓得，你虽然我的烂了个一切，永远不可能回头。等待拿上离婚证书，我要拿你换到安只这头子了。但是我再当你弟弟去寻个新妈调，谁是非大谁？搿是。